Just 点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1号，公元2017年9月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佛教徒要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基本价值观。奥地利资深外交官表示，各国在是否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方面，不该屈服于中共的压力。瑞典议会议员卡尔表示，中间道路是西藏和瑞典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陆相桑格在美国展开一系列访问行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新加坡、香港、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佛教信众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8月29号至9月1号为期4天，在印度达兰萨拉大乘法院向5000多名信众讲授佛护论师所著的《中观根本论释佛护论》。尊者表示，人类都具有慈悲与利他的本质，都有爱与被爱的潜能，但负面的情绪对人类免疫系统具有破坏作用。作为社会性群体，不论一个人再怎么强大，也离不开集体。因此，他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70亿人类的首要任务是营造一个慈悲的世界，利用人类的智慧观察真相，提升教育及对话来实现世界和平，从而让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满与幸福。因此，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后，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和平的时代。另外，奥地利驻印度大使资深外交官布瑞格塔日前在接受《印度人报》的专访时，谈到非洲及欧洲国家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对上述国家进行访问所持的不同看法。布瑞格塔指出，欧盟一直坚持对达赖喇嘛的正面政策。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精神领袖之一。奥地利一直欢迎达赖喇嘛，我不认为欧盟任何一个国家会拒绝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西藏精神领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像敬仰圣雄甘地一样敬仰他。各国不应该屈服于中共的各种压力。布瑞格塔女士是现任奥地利驻印度大使，也曾担任奥地利驻南非大使。另外，由瑞典议会议员卡尔施莱特、瑞典西藏协会主席马西亚斯·比霍纳斯特先生及副主席加央曲珍女士组成的瑞典代表团对印度达兰萨拉藏人社区展开访问，并于8月31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瑞典议会西藏友好协会成员、绿党议员卡尔施莱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并表示中间道路是西藏和瑞典人民之间的共同点。他表示，此次有机会能够访问达兰萨拉，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中间道路在西藏和瑞典人民之间有着重要的共同点，在我们瑞典人的精神里，也有一个中间道路之黄金通道，其含义就是了解你想要的资讯，并试图找到能够与别人一致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给我们带来了200多年的和平。left us with over 200 years of peace. 卡尔施莱特先生进一步表示，我认为中间道路是一种适应瑞典人心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曾经以类似的方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邻国发生战争，可是现在我们是朋友。今天我们能够在曾经的敌国自由地旅行和工作。我希望有一天西藏也有同样的机会到你的敌国去自由旅行，当然也能保护你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protect the culture, protect the way of life, because that is what it is to be a human being. 卡尔施特莱先生强调，瑞典议会西藏友好小组鼓励瑞典人民就西藏问题进行对话和辩论。他表示，我们认为，由于瑞典一直在讨论有关难民危机的事宜，所以建立这个小组的时机是正确的。即使瑞典人不太了解西藏，他们也会本能地体会就有关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理念有着积极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西藏友好小组来创造更多能够影响我们政府的策略，把西藏问题摆在瑞典人民前面，这可能是一个找到解决问题途径的好办法。瑞典议员卡尔施莱特先生最后表示，能有机会访问达兰萨拉感到很荣幸。他还赞扬了达兰萨拉藏人学校和各部门的高效行政管理机制。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目前正在对美国各地展开一系列访问行程。8月27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抵达美国旧金山，展开了一系列访问。当天，北加州西藏协会与当地西藏社区的成员们前去迎接司政。第二天，司政洛萨桑格在旧金山及其周围定居的西藏社区发表了讲话。司政洛萨桑格在讲话中谈到了保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司政洛萨桑格会见了阿尔塞托里市市长兼理事会成员珍妮特·阿尔贝尔森、当地理事会成员保罗·法德利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巴拉里等多位政要。在上述的会晤中，司政洛萨桑格衷心感谢了长期以来他们对流亡藏人和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司政也向他们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上百起藏人自焚事件。司政呼吁大家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尽管遭受中共当局的压力，上述政要仍然承诺将会继续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结束上述各项行程后，司政洛萨桑格将于9月11号下午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